據阿富汗官員話，首都喀布爾國際機場附近發生一宗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，襲擊嘅目標係一個外國車隊，期間最少有3人喪生，周圍多人受傷。塔利班聲稱對當地時間星期日上晝發生嘅襲擊事件負責。阿富汗內政部話，至少有2名路過嘅婦女喪生，大約超過20名平民受傷，當中有兒童同婦女。襲擊者引爆咗佢駕駛載有大批爆炸物嘅豐田汽車，炸毀一部有外國車牌嘅汽車同2部阿富汗民用汽車以及附近嘅建築。歐盟警察阿富汗特派團表示，遇襲嘅有佢哋嘅一部汽車，並且仲證實車內1個人已經喪生，另外3個人受傷，但並冇生命危險。一名女學生喺醫院話，當時佢哋正在上堂，課室嘅玻璃窗被震碎，傷到佢嘅頭。醫院話佢哋接收咗25名平民，有2個人死亡。一名目擊者話，佢當時喺商店內睇到襲擊者駕駛豐田汽車喺一部外國汽車附近爆炸，造成2名婦女同1名兒童喪生，多人受傷。自從舊年大多數外國軍隊撤出阿富汗以嚟，塔利班激進分子發動咗一系列襲擊。阿富汗當局同塔利班都證實，除咗2個人之外，星期六喺東南部帕克蒂亞省被劫持嘅人質都已經獲釋。叛亂分子喺一條公路上挾持咗大約30名乘客，懷疑佢哋幫阿富汗政府工作。塔利班星期日話，調查證實呢批人同政府無關，已經將佢哋放行。仲有2個同政府有關嘅人仍然被拘押。